哦，嗯，1662年正月初5拜四，风力无减弱，迄寡篷船却照常出航，互人惊奇。快艇 Angevin 号就被飘往南边去了，规工拢是狂风暴雨的天气。入暗，风势才开始减弱。暗时啊，伫往海的城门附近迄个炮台被涌起来的海水冲歹去。1662年正月初6拜5，早起好天9点的时阵，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中昼一只大篷船对北线尾的北边航王赤坎去。下晡看到南方有2只荷兰船，但了后又阁看袂到。夜间透风又阁寒冷的天气。正月7号拜6，早起阴冷刺骨的天气，又阁看去昨昏看到迄2只荷兰船，一只距离这个城堡约了2里半，另外迄只距离约了3里。这以后无偌久，又阁看见2只，先看到迄2只当中的一只，伫中昼来到停船的所在，是迄只小扁底船雷嫩号，是和东报复号同齐伫本古哥3号对西南沿海英灵启航转来遮的，因遵照互因炸去的命令，伫英灵湾停留6天，听候司令官以及 Xerxes 号以及即个 Fugland 号，但是拢无因的消息。因停伫英灵湾的期间，对陆上的所有的情形会当即将到上去的下设上务员 Hurt 日记看到。就是对陆上的所有的情形啦吼，因停伫英灵湾的期间，对陆上的所有的情形，会当对这本日记看到吼，就是即将要交出去的迄本下设上务员好所写的吼。下晡3点的时阵，迄只快艇东报复号也来到这个停船处停船，对西南沿海早转来，和瑞伦号伫顶波所甲阮讲的相像的消息。顶波看到伫南远的所在，另外迄2只荷兰船，还阁停伫遐，看袂出有任何的前进。正月初8礼拜日，早起好天，微风对东方吹来，迄只尔工船对小琉球装运1800的椰子转来。下晡，快艇每顿号也对小琉球装运茶新甲2000粒椰子转来到南平停船处遐停。队长 Herman van Oschhorn 先生同船转来，举行安歇日礼拜敬拜上帝。暗时又阁开始对北方透来强风。正月9号礼拜一，早起好天，透早真早，队长 Herman van Oschhorn 先生就来起山。早就让2张政务员 Northern 的批信来。OK， 伊处到即寡批信的情形，下面有较详细叙述。伊讲，因完全无阻碍去小琉球摕到茶甲椰子，而且伊认为阮应该要去继续
占即个小琉球一段期间。去年12月10号，因遵照命令去加勒东附近加勒东是伫倒位啊？加乐洞社是台湾历史上捌存在原住民排湾族社群，伫打屏东县邦山乡加乐一带。洪家英认为讲，荷兰文献记载的加尔代曼、加尔达纳、加里多纳、加拉东岸，就是指即个社群。大清文献又搁记载做加勒洞社伫个屏东县邦山乡加乐我找一个地图。有一个加乐车站，伫遮啦枋寮南边，枋寮甲枋山中间若去恒春，应该拢经过遮但是我毋捌注意过OK， 去年咱即马读的是正月9号啦这是即个好，去年12月10号，因遵照命令去加勒东附近，要去甲写互罗顿先生的迄张批，试哩要找人送去交伊，但是当伊亲自航远南边航远即个岸边去的时阵呢，真侪武装的人来即个海边伫伊和迄寡人交谈起来了后，伫个答应甲即个赠送礼品之下总算互因欢喜来答应送一张批去互罗顿先生，并且将伫个10天内炸转来回批。即个队长对伊所炸去的物件内底摕一袋精美的面布甲一包薰草来赠送互因。即个队长问迄寡人是毋是愿意卖一寡猪甲鹿等等的精鲜互阮来做新鲜的食物，伊会以原价来支付因。因亲切来回答讲，安尼阮就必须甲船驶去因的庄头遐，伫遐会甲精鲜来卖互阮，要伫偌济就有偌济。过当日，吴方的人就去到遐，因就讲，吴方的人必须去庄头吴方的人就回答讲，除非因留下人质，若无吴方的人袂当派人去。对此因无同意，也就毋肯卖，就无要卖即个精鲜互阮啦代志就安尼结束，因也离开迄个所在。伫凤山，即个队长派一个荷兰人举着和平的旗帜陆上去，要像顶面所讲的安尼，去找找新鲜的食物。当地居民表示，随时拢愿意卖新鲜的食物来互阮，甚至提起讲会当坐阮的小船来阮的船顶。阮迄个举着和平旗帜的人，就即寡人讲，如果伊若愿意安尼做，因会受到尊重。当即寡人看到吴方的迄个荷兰人去因的海边起山的时阵呢，
真侪武装的人都惊伊去吼。但是我方迄个人因来讲话讲，因来对因来显化吼，对因话讲，因必须要放下武器，若无就无爱去含因交谈，要转去做小船吼，转去船长安尼，转去船顶吼。所以呢，因就全部拢放下武器，对因当中行出来一个人，去甲我方迄个人商谈上水迄个交易的代志，对即个情形会当看会出来，清楚看出来讲，即个村社人对阮遥无气嫌吼。伫个夜间，伫个暗时啊吼，我方的人伫遮听到讲有人连续喊着喂喂喂叫声，了后无偌久，又搁听到一声大枪的声吼，所以就派阮的小船去岸边。伫岸边伫遐看到三个被诺顿先生派来荷兰人徛伫个海滩，都滩我记是读滩啦吼。滩拢会使吼。海滩吼，伫遐看到三个被诺顿先生派来荷兰人徛伫个海滩，都互因坐小船转来船顶，转来船顶吼，你讲毋对。即寡人甲即两张即个诺顿所写来批交互上水迄个队长，一张是写互长官阁下，另外一张是写互伫个小琉球附近的船只指挥官，是昨暗伫个山顶写。因又搁讲，上水迄个诺顿先生也带领30个阮的士兵以及25个卑南的原住民来到迄个海滩的小可北边的所在，因此就准备好小船，派去遐来带这诺顿先生来吼。即只小船出发约了2点钟，就载着上水即个诺顿，就带上水即个诺顿来到船顶。阮互相交谈了后，伫个天要光的时阵，即个诺顿就炸了一寡荷叶、烟弹、烟的枪支啦吼，抹布、精美的面布甲药品等等，佮再航往岸边去岐山。伊出发以前，迄时伊佮甲第2张写互长官贵阁下的批交互迄个队长，队长甲伊讲。伫个搁再来2月初，会派适当的船来遐接伊甲伊含伊斗阵的人，帮因脱离迄个困境。迄个困境呢，会当对诺顿即寡批呢所写的详细看到。即寡批逐句拢插入伫个后面。交一个注脚看嘛，物件偏好。透早听到有几声大枪的声音，有谣传安尼讲，放索啊附近迄个所在，伫个即个战争的初期，捌派数千新仔人驻防伫南边，所以即个队长认为讲，诺顿先生大概伫个附近，伫个海峡附近拄遇到敌对的代志。可能是被边队的原住民所攻击，因为因大部分人已经反叛公司，因伫个山区各处也阁相当的活跳。有2个龙桥的长老被新仔人杀死，龙桥人就屠杀一批新仔人来大报复。上水迄个诺顿就安尼甲队长讲，南边的村社因厝拢差不多拢无新仔人。诺顿先生所写的第1张批如下：敬挺尊贵的长官 Frederick 归伊阁下，尊贵威严，英勇聪明，英勇聪明，亲无弯路吼，又阁极其宽宏大量的阁下。新仔敌人伫个旧年4月最后迄天，因为上帝旨意来征服即个岛屿的西边吼。就是讲，地形讲伫个4月最后一天啦，4月30号来即个
占台湾的吼，这大家拢知影。因也伫咧了后的5月初2来模拟模论南平的淡水来起山，就是伫咧下淡水溪啦吼，高屏溪遮起山，甲南平的居民吼，就是南平的原住民游去因迄边去。因此，迄时虽然你国校派一个骑兵来调阮去台湾，阮不得不放杀一切，逃往山区，继续逃往卑南。伫咧旧年5月12号，逃到遐，学校的教师、士兵、帕拉的管理员，甲打狗的朋友，一行48个人，其中6个阮的人，带着某囝，同齐逃去遐。只敢有学校的教师 Steven Johnson 无来含阮同齐逃走。虽然伊是被调换，而且也有到遐的时间来含阮斗阵逃走，但是伊无吼。而且伊伫咧5月初5写批寄来甲阮讲，如果阮同齐转去赤坎，就会受到阮的敌人的宽恕恩典，并且阮确切来讲。连野城堡真紧就一定会陷落去敌人的手里。这战术根据阮所知，一直到现在拢被上帝所摆脱。所以这是什么人啊？学校教师啦哈，迄个无逃走的学校教师。摕只水。伫卑南，阮找着18个荷兰人，阮就含即寡人同齐组成一个团队，并且参详好。阮一部分的人去留伫咧山区，一部分去留伫咧扫把毋知啥物所在啦吼。虽然开销真大，但是离大部分的人留伫咧卑南，安尼来分配，以便会当尽可能来收取消息。阮捌看到5方的船只出现伫咧阮去会到的即个南边，几若摆拢想要撞出去含因通话报信，但是大部分。根据阮所当判断的，拢失败。去年10月13号，阮派 William Poison 和 John Francis 带动一个放哨仔人，坐一只特白啊，趁着暗暝啊，去5方的船只遐。迄时，迄寡船只停伫小琉球的下面遐，但是上水迄寡人是毋是有去到迄寡船只遐，阮毋知影。现在虽然互人感觉不安。因为边地居民，就是边地原住民啦吼，一世过你为难阮，因你找机会要用阴谋甲武力来攻击阮，但是一直到现在，上帝还是无允准因有即个机会，阮还是搁再一次撞出即抓。为了要甲阮的消息含阮的状况，甲你阁下讲，互你阁下知影。就如顶面所讲过，阮对卑南的道路经过屏东七家社，一直行到平地。有时也去到放哨啊，甲嘉乐洞中间的海边啊，是冒着危险，也支出真大的费用。因此，阮的康安部也减少真多。到现在，阮还未找到解决的方法。枪器阮也剩无多吼，只敢若剩每一个人吼，一个金架头所装的，就是金大啦吼，排伫咧金架头的即个大所装的迄寡枪器尔。若是药品，就完全拢无啊。迄寡生仔敌人捌几若摆寄，就是几摆寄即个电杆。Valentine 所写的批来，避难互阮，提供阮会当享受到普罗宾西城堡导航的时阵所制定的条约，并且威胁讲，如果拒绝接受即个提议，
因将会派军队来甲阮全部杀死。对此，阮的上帝一直到现在拢要搁咧保护阮。边地的居民是公开的敌人咯，有一寡山地的居民也公开来和阮做对敌，而其他的山地居民和卑南人也袂啥会当信靠吼。阮也发现讲，公司的职员伫咧即种和阮共款的情形之下，要运用机卡来管理指挥，因此阮恳切请求你阁下，如果阮要必须继续即种状况吼，即种情况的状态，安尼就要支援阮漫步、枪支甲医药，并且爱互阮书面的命令，甲阮讲伫咧各种状况当中，阮每一个人爱安怎来承担任务。伫咧即个将来即个互人真义务的月份。阮上会当得到的即个资源协助是啥物？是要来甲阮带走离开遮？阮希望是安尼啦吼，或者是要来支援阮所需要用到的物件。阮包括着卑南的士兵、帕拉的管理员、打到甲南部的朋友，现在还阁有61个查甫，其他人已经死去。加上妇女、囡仔甲奴隶，阮现在总共有82个人，厝外还阁有5个新仔人。即寡新仔人是阮对平地所带来，直接为阮咧打水抾茶。即场会将会伫咧遮结束。今日阁下以及阁下合府问安。愿万军的上帝继续保庇，并且谦恭来伊祈求，毋通甲伊神圣话语的接待啦吼，对阮来刷走。你阁下的部下仆人签名 Hendrik Norden、John Gallus、Peter Jerritz， 伫边仔写着对西加党，1662年1月2号的暗暝啊。下面写着盐袂记哩，阮也欠盐，共款也需要膏药、贴布吼，阮拢脱捌摕吼。有一寡人，阮是讲真侪阮的人吼，无法度有尊严来压砍因的即个肉体，无衫裤就对了。现在刷落来第2张批是写好停伫小琉球附近的巡查指挥官。内容如下：写好停伫咧小琉球岛附近的巡查指挥官阁下，威严英勇、聪明、清无弯路，又阁极其宽宏大量的阁下，自从5月初1号，阮就逃离开迄个乡村麻里麻伦，因为受到新仔敌人大军的围攻，经由山区平安去到迄个乡村卑南。伫咧即个期间，就是因对即个麻里麻伦啊，伫麻里麻伦差不多是高雄县屏东即只吼，因就走入去山里，走到卑南，走到台东去吼。伫咧即个期间呢，阮受到敌人寄来数张威胁的批信所折磨，阮无台湾的消息，所以阮捌几若摆。装出去吼，要去甲阮的情形甲公司的巡查讲，但是拢失败。去年10月13号，阮捌派2个公司的职员和1个原住民，坐一只特摆啊去迄当阵停伫咧小琉球南方下边遐巡查遐，但是无收到回批，毋知影因是毋是有平安去到遐。虽然如此，阮也是试力继续派人送批。现在派3个士兵以同款的方式要炸批去互你阁下，请你阁下费心关照，尽量较紧派一只小船或者是其他船只甲送批去的人送倒来，并且若有可能也派一个精明的人，一个聪明吼，
较巧的人啦，同齐来，以便含我踮咧厝地的海滩，用1点钟的时间来商讨阮的各种状况。我将该栋含我同齐来的人留伫即个海边啊，一直到你阁下的小船或者是其他船只来到遮。除非有敌人用武力来甲阮对厝地赶走，愿上帝保庇袂发生即种代志。阮伫即个海边有30个荷兰人，拢备办有武器，但是如果阮即个派大顶内底的枪支用了，阮就无枪支咯。因此，阮非常恳求你阁下，若有可能，请供应阮1000粒枪支甲14或者是15捆的引信，以及一寡药品。因为阮是有一个医生，但是无药啊，而病人却真多。如拄则所讲过，阮伫即海边啊，有30外人，其余的人伫避南的乡村里，阮总共有82个人。阮现在即个所在，四所拢是敌对的村社，因为所有边队的人，边队原住民啊，拢投新仔人去咯。阮非常需要一栋合约，才有可能来总过敌人拍转去避南去。虽然阮伫咧避南抑阁有一寡合约，但是无枪支也无引信，就安尼来，就写到遮吼，伊也就此搁笔吼。巾帼威严，英勇长命，清无远虑，又搁极其宽宏大量的你阁下望万军之上帝保庇。下面写着，伫第四甲洞乡村的山区里，距离海边约7点钟的路程。1662年正月初4写伫的夜间，要对海边送过去的你阁下乐意效劳的朋友甲仆人，签名 Hendrik Norden。下底阁是另外一张批哦，落长啊！今仔这后壁这半点钟读这篇就好啊。下面写着另外一张批，写互你的批交互队长阁下。伫离开下淡水以前，即个队长奥特汉用指令命令船只 Vink 号甲 Turbot 号的主管讲，要对下淡水遐去小琉球。去到遐了后，迄只 Vink 号就要甲已经准备好放伫遐的5个艇边，甲伊装上船，而且这2只船拢要尽量装入载你转来查。要派半数的士兵保护另外一半扑查的士兵，并且命令迄寡士兵轮流担任保护甲即个扑查的工作。船装满了后，就爱转来台湾等等。所以呢，中华国下就调集议会开会，会中决议包括爱派队长 John Van Aldorp 先生率领船只 Ackvin 号甲 Lennon 号尽量较紧出航去小琉球。上午，阮写一张内容如下批予副巡官 Agenken 先生 ，Michael Agenken 先生，诚实公正，情无远虑，各位小心谨慎的阁下，阮爱派遣停伫厝地的快艇 Ackvin 号甲小便队船 Lennon 号去小琉球接替船只 Vink 号甲 Turbot 号。因此，你阁下爱派上水只 Lennon 号随去调换迄只离岸较远的 Ackvin 号前来厝地。你阁下接到一张批以后，爱来换上。阮要和你阁下商讨有关要互你阁下的船以及其他的船顶的病人做即寡船只去小琉球的代志。我小姐。
红棍红洞洞。下面写着《人掠社报》1662年正月初9，你国下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今仔日阮歹势，我拄则念的是顶一张批的啦。今仔日阮集顺快艇东部号伫本国个毋知几号伫厦门湾所掠来迄4个死人，即个人所甲阮讲的如下。第一个人讲，因兜伫永宁附近是国姓学区的妇妇国姓现在伫赤坎，伊伫西南沿海的海边啊，听讲塔坦人要来攻击厦门的一切代志拢准备好啊。为着上述的目的，因伫泉州甲福州，互迄寡澎船配备澎缆、锁具等等的装备伫河流附近有一个城堡叫做龙家，迄寡后町区的人，还佫伫顺益国姓爷的澎船，有时也会抢着迄寡澎船，对广东迄一角位啊，是毋是也有澎船出航，伊毋知影。对沙埕甲其他所在。国姓爷现在已经拢无粮食通好摕，迄寡粮食拢被新仔人卖了。国姓爷澎船有700-800只，伫厦门也佫有约1000个士兵，伫金门有600个士兵。国姓爷后生就住伫金门，伊其余的士兵拢带来台湾咯。听讲所抓来即寡士兵大部分拢已经死亡。做爷就是电台伫金门和红兵爷就是红旭，伫厦门洪旭旭日东升的红旭，伫厦门有3个军团的国姓爷的士兵都走去西南，毋经阁再来处队咯。国姓爷是真想要离开遮，但是因为见效毋敢转去，因为无如所预期安尼伫遮拍赢即场战争。是毋是还佫有士兵或者是澎船伫将伫做军前来处队，伊毋知影。阮迄寡荷兰人伊有听讲，全部拢还佫伫赤坎。第二个人讲，伊嘛是一个渔夫国姓爷来即边了后，塔坦人伫金门、厦门甲烈士即寡岛屿西边的陆地上啦因如果国姓爷的澎船去遐。因就会当对迄个陆地上来因射击。看无解有。国姓爷的人对咱是处敌美，因是用剃头。什么意思？用剃头门去骗来。第8个注脚讲吗？OK。第8条即注脚是讲，因是用剃头门去骗就是国姓爷的人啦，对男士处敌美，因是假影讲因是装作若敢若伊有剃头嘛，装作讲因是台清的人，去骗米来食。国姓爷的澎船有400-500只，其中200-300只是用来做作战的。伫厦门有1-2千个士兵，伫金门也有共款人数的士兵，但是其他所在都拢无士兵啊。定定有小船载着国姓爷士兵对处队，就走去塔坦人迄边。约了1个月前，后庭区的人，
后天牛敢若是咱较早捌查过，然后阮伫广东的款。后天一个月前，后天牛的人捌抢去10只满装着糖的芳船，迄寡芳船是属伫国姓爷的，是对厝地要航往厦门去的。有几啊，阮的荷兰人，毋知人数是偌济啦吼，被带去厦门。伊有2只芳船对日本去到厦门，也有2只芳船对日本去到厦门。第三个人和其他迄2个人也是共款咧掠鱼的，也是来自同一个所在吼，就是因咧新闻所掠到死的死仔人吼，讲后壁这2个嘛是共款是掠鱼的吼，来自同一个所在。伊讲国姓的芳船总数200只吼，每一个人讲无共的吼。好，讲伊的芳船有200只，伫厦门的士兵总数是1000人顶下吼，其他的拢其余的拢已经带来遮吼。听讲所带来士兵有一半已经死亡的，或者是阵亡去。塔坦人随时拢会来攻击吼，因已经有真侪士兵甲200只芳船伫厦门西边的大陆上啊吼，伫英灵北边13里的迄条 The Rivier 泉州河吼，还佫有较侪芳船伫迄条福州河也有芳船。伫金门听讲有几啊阮的荷兰人被带去遐。伫金门听讲有几啊阮的荷兰人被带去遐，带去倒？带去金门吗？国姓爷要留踮咧厝地吼，也无听讲伊要离开吼。伊所讲的其他的代志，就和头前所讲的相符合。第4个人也是一个渔夫，伊讲伫咧迄沿海买一担卖价是2两3钱，甲2两4。塔坦人要来攻击厦门的军队已经拢准备好咯，有价将会对各方面来进攻。伊证实顶面所讲的后天牛的人捌夺去数只国姓爷的芳船的代志，伊也证实头前迄几个人所讲的话。阮命令将即寡渔夫铐上镣铐，命令因担任提水的工作。要暗嘛有一只舢板对市镇后面北线尾过去吼。阮用小炮迄只舢板发射数发炮弹，但是该舢板犹原继续过去吼。即个市镇的人也阮回击3发炮弹，但是迄寡铁弹拢无过即个城堡。顶半暝约9点半的时阵，阮2个伫咧城堡头前的后高年里巡逻的哨兵吼，互美伫咧附近即个草莽内底的敌人数次用箭来攻击吼，用箭来射击。即2人拢被射伤，入来城堡来阮报告。因此，阮派几啊士兵出去遐，但是拢无看到任何人。迄寡敌人已经拢逃走了。看卖43分。正月10号拜二早起好天，有一只芳船对北方落来，经由龙眼门水道去赤坎头前停船。3队有3只芳船对遐航往海上去。早暗内靠岸准备要航往小琉球的安克vin号甲雷伦号用篷启停咯。阮交队长 Jan Van Elder 先生录下备忘录，命令伊爱遵办。即个备忘录逐字逐句如下面。
今仔日落长就是这份备忘录啦吼，差不多全部下底拢是吼，最后2纸毋是尔。哦，忝。好，来，咱来念一下这备忘录。互带领船只艾克温号甲瑞伦号要离开此地前往小琉球队长 John Van Aldup 先生的备忘录。今仔日要第一上紧的是适当时机顺领上水迄2只船启程出航。到下潭水河头前停船以后，要伫遐尽量较紧甲炸去的水即个桶啊装满清水，要提高警觉，以免被驻留伫迄边的武装新仔人用小炮来拍着伤我方的人，最近我方人捌伫遐被如此来拍着伤，然后要对遐来渡往小琉球，并且去停伫迄寡船只，船长认为是适当上瓦郡岸边的所在吼。如果特步号甲 Vink 号伫你国下去到遐以前，就已经离开遐。就爱先派武装士兵起山去查看迄边的产业，然后才甲迄寡病人送上陆地，互因倒伫一个布棚内，并且爱好好照顾因，按照迄边的状况供应新鲜的食物互因食。互因食。我来摕只水。而且要派健康的士兵去扑查装船，一直到装满这2只船，要甲迄寡士兵分做2组，轮流担任扑查和搬运装船的工作。爱细腻吼，迄边上好的茶也爱搬转来，也爱载转来100支，或者是搁较侪滴啊。毋通互船长、大工和健康的水手来坐因的小船去陆上过暝，也爱经常派10个士兵轮流留伫船顶，加强防卫。Hendrik Norton 先生写批甲阮讲，伊将会伫2月初带领其他所有荷兰人对避难来放索啊，甲加勒东中间的所在。迄一甲位啊，福尔摩沙人是阮的敌人，因此袂使伫2月初2吼。即一天是Norton因有定要来海边的日子，所以袂当伫2月初2以前去到遐，以免敌人结合起来对付我方的人。要转来此地的时阵，应该搁再沿着上述迄2个所在的沿岸，尽可能来瓦郡岸边来航行，去看讲伫遐敢有我方的人所发出的信号。你国下即撮出航的时间，一直到本个月23或者是24号，就是差不多14天。伫即个期间，爱互船只装满茶，并且载着健康的士兵转来此地。应该是拢讲转来即个台湾遮啦吼。如果伫小琉球看到船只特步号甲 Vink 号，就要命令伊伫装好要装运的物件了后，随行转来遮。茶身以外，也爱尽量载转来大批的椰子甲一寡椰子树的幼叶啊。伫迄寡士兵劳动的期间，爱每一工分互因每一个人半干的交手，并且爱督促因每一个人拢爱竭尽职责。啊，地方读。
竭尽职责啦吼，个尽职责吼。你阁下也爱注意，特别是夜间一定要谨慎警戒，随时避战，因为顺风顺流，一夜之间就会当对厝地去到遐来突袭。下面写就此看病，就此看病吼，就此戈壁，戈是安怎读？戈。瓜葛国，国就此国别吼，祝你阁下航行平安，顺利迅速完成任务，迅速的迅。今日点无收即字，迅速的迅吼，顺利来真紧来完成任务。你阁下朋友签名，关东啊空白，伫边仔写着1662年正月10号，伫迄个咱野城。今日根据阮所看起来吼，顶头念的拢备忘录啦，我嘛念过拢袂记了，毋知你讲啥。今仔根据阮看起来，敌人开始对北线尾拖走因的大炮，也对遐阮。在阮的查询入来，迄寡小船来发射规发啊炮弹。有一个你看吼，迄寡搬运的人诶，两腿中间被一粒粗大的炮弹拍着，被拍掉迄个部位大部分的一个骨肉，甲一粒即个烂拍，一粒无去吼，无拍着骨头吼。暗时啊，迄三只今仔日早起出航的篷船又搁进入港湾内面去。Acvin 号甲 Renan 号，阮嘛拢看袂到。1月11号拜三，早起平静无风，敌人还搁伫北线尾无用力搬走因的大炮。根据阮所看起来，迄寡大炮是用阮被抢去迄4只小船载去即个市镇的后面遐去。为着即个目的，因载真侪人去遐。即寡人规阵徛伫遐咧劳动。阮虽然迄寡人发射了数发炮弹，但是看起来对因袂真袂疼啦吼，因为因继续咧做因的工去。停伫北线尾的即一边，可能是伫咧隔壁阮迄寡小船的迄寡敌人篷船其中一只，伫咧要暗啊离开遐，经由录影门去车坎头前停船。1月12号拜四，透早乌阴透北风，阮看到敌人还搁伫咧北线尾咧搬走因的大炮。7点的时阵，约了700-800个武装的西南人对洋调行军到第2渔场，伫遐插因的旗帜，并且伫遐建军场吼，伫遐建布棚就对了吼。无犹豫，因是要对遐来攻击阮。根据阮所看，因也炸着大炮来遐。今仔日阮甲顶站城堡的大门前的插帮，即个插帮若沙烂拆落来吼，用即寡插帮做成
箱啊，装刷用来加固阮上即个策略的即个城墙。敌人看起来是要甲迄15门大炮中的4门上重的大炮留伫北线尾，其他所有的大炮今仔日拢要对北线尾搬走。要暗嘛有2只篷船对赤坎头前经由龙眼门水道来到即一边的北线尾停船，要来增援因所守伫遐的兵力。因此，现在因有5只篷船守伫遐，约共伫个即个时间，阮看到远远伫南方有一只荷兰船。夜间，真侪新仔人对南投园经由已经毁坏去的平原，往即个市镇行去，但毋是成群结队咧行，是阮用步枪来往因射击。1月13拜5，早起好天，阮看见杨寮一带。尤其是即边的所在，敌人无用咧行动，也采起一寡堡南堡。伫约略中大的时阵，小皮雷船特步的号对小琉球转来即个停船处停船。了后无偌久，Wink 号也对遐转来遮停船，因对遐维稳载来2000粒椰子102捆的茶，40桶饮用水，甲停伫个即个停船处的船只。40桶的水啦，要互停伫个即个停船处的船只，也早转来小琉球岛上的新仔人的头家。下晡，敌人对杨条炸着约略50个竹牌仔来到即个市镇。伫北线尾，因也搁伫个为着大炮甲大炮拖入去船里。南投园迄边以及搁较外近即边的所在。今仔日敌人就无遐侪人伫咧活动，暗时啊游玩是好天。1月14拜六，透早良好的天气，约落伫中昼时阵，有一个敌人的骑兵骑马来到我cùng阮有着几条堡的所在，可能是要来乘阮出去甲伊对决。迄时就会被伊密伫咧南投园的草莽中的人所攻击。5方的人对迄个碉堡用步枪来往伊发射1-2发枪子了后，伊就越头离开。下晡，尊贵的福罗摩萨议会召集开会，会中的决定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议了今仔日的日记所看到。今仔日规工，迄寡船只小船拢无用伫装运椰子甲茶来入场，而敌人搁咧无用载竹啊来到即个市镇，因规工伫咧市镇里大声咧敲咧噗咧咚咚啦吼，一直继续到暗时啊真晚。1月15啦，无介长，咱今日读到1月15啦吼。3分钟应该读得了，读看卖啊。1月15礼拜日早起好天，伫咧中昼时阵有一个新仔人对南投园走来倒靠阮，伊讲下面的话。这做烧酒的私社的一个公司啊，来迄个话录吼，伊捌伫咧南投园3工，伊是因为散车，所以走来倒靠阮。国姓爷伫咧赤坎，河滨嘛伫咧赤坎，但是伊无看到河滨。伫咧南投园的第2渔场，含伫咧杨条的指挥官是谁，伊毋知影。遐有300-400个士兵，伊知影因要来攻击即个城堡，但是毋知影当时要来攻击。为了即个目的，已经对各处调集士兵咯。此地对岸的农地，国姓爷已经分配予农夫，即寡农夫必须甲收成的一半交纳予国姓爷。迄边真欠客食饭，新仔人真侪人破病，也有真侪人死去。原住民也有袂少粮食，有时啊必须交一部分予国姓爷。无偌久以前，对新仔前来处理篷船是载纸、薰草、麻布等等的物件来交易，咸乌鱼、糖、落甲肉、落皮啦吼，无载米来。产业所种的大麦发了无好，
有价收益，袂讲介侪，因为雨落到即少。接了后无偌久，阮写一张批互富顺官 Anjenken， 内容如下：Anjenken 先生，诚实公正、清无冤狱的先生。敌人的军队伫咧杨条甲第二市场正咧积极顾着侪即个县的纳宝。阮决定要趁因还未试过采大炮，可能伫咧海边仔尚无采食大炮的时机。派2只配备良好的大炮，又搁食水无深的阮的大船，尽量可能来挖近海岸，沿着海岸航过洋条，用小胖船去射击敌人的军队，尽量去破坏因的工事，但是袂当无必要来消磨太侪迄个枪支。你阁下爱甲阮讲，你认为迄2只船上适合担任即个任务，伫即个小可海流会当出航，天气无好，也会当伫咧1-2工内转来取地。顺次问候致意。下面写着你阁下朋友签名 Frederick Greed， 边仔写着1662年正月15号伫咧热兰城堡。搁较下面写着明仔早起，哈特沃先生将会去船顶视察。到时阵，各船的船长必须要留踮咧家己的船顶，举行安歇日礼拜敬拜主。今仔日规工无敌人拢伫咧市场里无闲，暗时开始透强风，这是新月的大音，将要来临的前兆。好，大家正月15拄啊好10点。好 ，OK。哦，所以你讲知影即个加乐吼，即只地名写加乐洞啦吼，即2、3、4、5、6个6啊，但是我看即嘛地名是叫做加乐吼，所以你知影即个所在吼，海沙堡、海坪吼。就是海滩啦，海沙堡、海坪。好 ，OK， 我甲你关房了吼，感谢。